在这2年也去发财子。来这个红衣裳，这个红裤子，也是冰到一个人身上，还不想发财。很难去发财，哪发财嘛？单子到底晓得是？现在发讲不到听，商人很多发根基去。你发财个地方单子，你得在地下停车场去，你跟来地浪向个基地走，你发财没办法的。你想想红军前面天的上阵，前一点落坡上，吃不起口个人为啥发财啊？吃得口中口，方为人上人。总算寻上组织者，戈壁公路是我梦寐以求个地方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梦寐以求。你看你来得值了，又能发财又能玩，多好啊！那谁发一发难，我当都讲到谁不相信的人，等等你才是懂的，你都再爱来当然来不及个，为着强子都绿，好谁发奔到看几个谁？有吃有住有玩，这个行业你说多好？这里喝酒用碗的，你给我倒一点点啊！这是我们的发财酒。现在你就是民宿，别这个民宿哎，个是，你到2年块的，快一张真的呀，对吧？我困隔壁啊，好的。我是只能一个人睡，我从来不跟女人一起睡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毛病。这个怎么是毛病呢？你说2个女人怎么能睡一个床上？你讲呢？这太可怕了，这事情。哎呀，你觉得呢？你有没有被套啊？这个被子好像睡过的吧？哈，干净的，你怎么知道干净的？用过呀，你闻都闻得出来。你让我闻呢？有没有洗澡的地方？有的，有没有热水的？有啊，哦，这个倒是蛮大的啊。把这个盖子盖上去。它没有干湿分离的是吧？那你出去，我洗澡。好。你介绍不啦？我告他对了，你告呢？如果他老婆回来一看，哎呀不得了了，家里怎么住了3个女人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年轻啊！关键是搿点女人到屋里来为哪里做事体？那个台子龌龊得了，一弄钢丝球子，不是一般个没不能够烤得干净的。你看你身边的都是美女。对呀，万花筒中一点红，一点绿。你就办那个会员号自己吃省，他们收入的2/10，你就拿1块钱，是不是6700万？在你们的领导下，绝对我有信心。